嘛特别要为着咱每一个兄弟姊妹的家庭来祈祷。要来即个礼拜，就伫要到伫旧历的过年。伫旧历的过年当中，有真侪家庭拢会组织做伙，伫外地厝邻的人拢会组织来到伫厝邻当中做伙来团圆。所以咱来到伫主的面前，咱特别要为着咱的家庭来祈祷，为着所有兄弟姊妹的家庭，伫即个旧历过年当中，会当充满上帝的疼，嘛为着咱家己会当伫即个新年当中，会当伫咱的厝内面，会当做一个好的见证。伫咱的厝内面，就会当来见证耶稣基督的疼，互咱即个过年当中是充满上帝温暖、稳定、喜乐来伫咱的即个过年当中。咱即时就特别为着咱的家庭来仰望主，咱同心来祈祷。主，感谢你，还学了你伫今年即个过年当中，仰望上帝，你搁较济来充满、来使用每一位兄弟姊妹来到伫你的面前。主啊，互阮伫即个旧历过年当中，阮知影阮所经历的，主是上帝你所为阮备办即个满满稳定的疼，互阮就知影讲上帝你的疼痛永无止息，互阮就知影讲上帝你真正是阮的主。主啊，上帝你来到伫阮的厝邻当中，主互阮厝邻的人会当参加组织的时阵，伫当中满满感受到上帝你的温暖。主啊，彼此之间拢有好的见证，彼此之间属遮兄弟姊妹、遮亲朋好友、遮长辈、遮亲情，拢会当伫当中看到上帝。主啊，你真正是你的疼充满伫阮的家庭，互阮就会当分享你的疼伫阮的家庭当中，互搁较济的人拢会当得到上帝你的恩典。主啊，互阮来到伫你的面前，我嘛上帝，主啊，你充满，互阮的家庭就当心喜乐，当心找求你，当心来到伫你的面前，仰望你，求上帝你的恩赐，你的带领充满伫阮当中，互阮的心伫你的面前满满得到上帝你的恩典，阮的心就仰望你，献上阮的感谢，阿乐，感谢主，阿乐主，敬拜你，感谢你，感谢主。听从阮的主，天父，阮的上帝，阮感谢你，阮学了你，因为你的疼，因为你的呼召，互阮会当组织来到伫上帝你的殿中，伫你所设立的教会当中，阮当心敬拜你，当心学了你。主，阮知影上帝你是阮的主，你是阮引带阮脚步的主，阮每一天拢伫上帝你的掌管当中，所以阮来仰望你，阮仰望会当搁较济。经历上帝你的疼痛，经历上帝你的祝福，为着今仔日的主日崇拜来仰望你，主啊，求你伫即个礼拜一开始，你就用你满满的恩典来赐落伫阮当中，用你的话语会当来引带阮一礼拜的道路，互阮知影讲，阮要怎样来跟对你，怎样来为你来活。主啊，求你赏赐互阮，特别伫阮的家庭当中，嘛得到上帝你所赏赐满满的喜乐甲恩典，互阮就知影，伫每一天的生活当中，阮是上帝你的囝儿，阮会当来到伫你的面前，倚靠你，阮就看到上伫阮活命当中、环境当中，一切艰难困苦，伫你的内面，阮拢已经得胜了。主啊，求你亲自来引带阮，互阮扶持阮，互阮的活命会当伫你的恩典当中，看见伫未来永远的愿望，是上帝你为阮所备办这个丰盛的恩典。阮感谢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感谢主，下面咱就要开始今仔日的主日崇拜。今仔日咱请明传兄来报告。兄弟平安。做消息报告哈。第一，感谢主，上青团契，伫12月30日的时阵有选举哈，选出新任的团长哈，是陈丽娥姊妹，副团长是李正德姊妹哈，感谢
张光辉团长过去2年的辛劳哈。啊，愿上帝赐福新任同工带领上清兄弟，多结果子，应神益人。第二，咱用掌声来感谢着迄个张光辉团长哈，谢谢。第二，廖牧师今仔日前往屏东圣教会正道求主保守牧者的侍奉甲交通。第三，乔治美国的吴艳芬姊妹甲着欧阳苏璇姐妹，伊伫有甲咱问候新年吼，邀请兄弟伫祈祷中纪念每一位伫在外的属灵家人吼。第四，新楼合作社伫今仔日下晡1点50分，伫中营女中大礼堂召开社员大会，请有加入合作社的兄弟出席关心社务。第五，下礼拜日是大年初一，主日崇拜由原维持台语堂甲国语堂2堂，儿童主日也照常聚会，敬邀上帝百姓同来敬拜。第六，2月26至2月，教会将伫金福山举办职事小组长同工退休会，讲员是陈伯杰牧师，邀请职事同工踊跃参加，并至核心会群组点选连结报名。补充报告，以上报告，咱敬拜俄勒请敬拜团。哈利路亚！欢欢喜喜就是上帝义务，咱感谢上帝，互咱身体平安，心灵勇健，通伫遮来述说上帝作为，借着咱所吟的每一首的诗歌，内面所有的歌词，望拢带互咱大家兄弟姊妹得到重新的快乐。阿门！这是咱请咱无论伫线上，吼，咱拢做伙伫殿中的做伙起立来吟上帝敬拜的歌。少年你会听，愿有你同在，为着你荣耀生命，真光带阮行。春风春叹你道理，声望才坚定。
修到永远。少年的我怎输予咱，人生就灿烂。泡泡啊！你头来赢。我要学了你的听，永远无变化。讲起你奇妙作为，万民着敬畏。我要感谢你的听，做你的君王，想起你恩惠真大，一生予你传。主天宣扬你公义，全地当声音，表达圣道最坚强，基督大热心。我要追求你主爱，敬拜大自在。阮的美门已经开，错过真娇贵。阮要称颂你的听，快乐在心内。人万你权柄伟大，心安稳自在。阮要笑念你的听，愿有你同在。为着你荣耀生命，真光带阮行。阮拢尊谈你的理，写梦这坚立。望民望阮来团结，心灵更慰藉。阮要传扬主的名，保守到永远。少年的我怎输予咱，人生就灿烂。主天宣扬你公义，全地当声音，表达圣道最坚强，基督大声。我要追求你主爱，敬拜大自在。阮的美梦已经开，错过真巧君王尊谈你的理，写梦这坚立。望民望阮来你，心灵的慰藉。阮要传扬主的名，保守到永远。少年的我怎输予咱，人生就灿烂。咱拍拍啊，感谢上帝，互咱的人生后背变彩色，人生就灿烂，因为伊享受咱活全。因此，我的心的欢喜，我的嘴要来吟诗。我道我渴求主耶稣，专门有主的苦，将我当大作到十架，转下。
山，免正欢喜唱歌。若无忧伤，吐开烦恼，是刻快乐祈祷。欢喜唱歌，阿拉主名，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欢喜唱歌，阿拉主名，你家天顶荣耀声声。咱有这个问题，来到上帝面前，何等的欢喜，何等的欢喜，阿门。啊，要伫唱吟到见到上帝迄一日，直到天庭，咱永远要吟。求主耶稣，阮怜慈悲，欢喜甲我倚天，做有困苦欠过的事，是阮满我心意。欢喜唱歌，阿拉主名，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欢喜唱歌，阿拉主名，你到天顶荣耀声声。主的永远无改变，献出主爱稳定，伊会帮咱引带不尽，你到手这就地。欢喜唱歌，阿拉主名，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欢喜唱歌，阿拉主名，你到天顶荣耀声声。欢喜唱歌，阿拉主名，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欢喜唱歌，阿拉主名，你到天顶荣耀声声。欢喜唱歌，阿拉主名，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欢喜唱歌，阿拉主名，你到天顶荣耀声声。欢喜唱歌，欢喜唱歌，阿拉主名，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欢喜唱歌，阿拉主名，你到天顶荣耀。欢喜唱歌。欢喜唱歌，阿拉主名，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欢喜唱歌，阿拉主名，你到天顶荣耀声声。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正天使为你迄健康，咱就去想象，咱心就互主，甲咱提升甲23千斤。因此，安尼要讲，我要愿我会当哪听我的主耶稣，愿我会哪听你。我为哪听你，我主基督，为了你的
听你愿我。方式来回应神的爱，也伫这里立定心志，讲主，我早时捌听过你，但我愿意伫新的年、新的开始、新的机会、新的画命活泉管压我内面的时阵，主啊，互我听你较深，愿我会听你较深，咱做伙用安尼心志来祈祷。顺服的功课，无论环境怎样，我就是有这个心志，对你的听无变化，而且要较加天，要较加天。那速度快点来。当我听到声音。听从阮的主，阮的心来到伫你的面前，阮愿望会当搁较济，就亲像这首诗歌所唱的、所宣告的，愿阮的心会当搁较听你。主啊，因为你是阮的主，你假使阮讲，阮爱尽心、尽意、尽性、尽力来找求你，
来听你，因为你是阮的主。阮对你的听，甲你听阮比起来，永远拢无够。所以，阮来到伫你的面前，阮望求你，互阮知影，阮的听无够，阮的听犹原爱搁较济，要来听你。主啊，阮会当听，是因为你先听阮，因为你先听阮，你才让阮成做你的囝儿，互阮会当伫即个世间，会当有即个听的机会，会当去听阮身边的人，会当去听阮厝里的人，互阮嘛会当伫遮得到即个机会，阮会当来对你讲，上帝啊，阮要搁较听你，求主啊，求你来吸引阮，用你的听来吸引阮，用你的阳光来光照阮，互阮知影，阮的心内面对你充满渴慕，对你充满阮满心的欢喜甲感谢。阮就是要来到伫你面前讲，上帝啊，愿你成做阮的主，愿你引带阮每一天的道路，互阮每一天一天比一天搁较听你。主啊，阮感谢你，阿乐你，要将荣光拢归乎你。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这时咱同心用主教示咱的祈祷，同心来祈祷，请。愿伫天顶的爸，愿你的名圣，愿你的国临到，愿你的旨意得成，伫地顶亲像伫天顶。阮的历史今仔日赏赐予阮，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也有赦免辜负阮的人，无得带阮入地市，着救阮脱离迄个歹的。因为国、权能、荣光，拢是你所有，到代代无尽。阿门。请坐。继续，咱用启应文来读上帝的话。我来客兄做用，好的时阵，咱三个做伙来上读。上帝啊，求你保庇我，因为我投靠你。荣耀圣上的圣名，因又搁水又搁良善，是我上介喜爱的。因所交代的话，我无献上，我的喙唇也无提别个神的名。用色啊牛和我的地界，坐落伫加美的所在。我必称颂迄指教我的耶和华。我将耶和华上摆伫我的面前。来，因此我的心欢喜，我的灵快乐。我的肉身也要安然徛起，阿门。因为你必无将我的灵魂放伫阴间，你必将活命的道路指示我。伫你的手中有永远的福乐，阿门。感谢主，咱今仔日请三位传道来证道。各位兄弟，大家平安。感谢上帝恩典，甲疼痛引带咱同心自治。会当来到伫殿中，上帝的殿中，咱要做伙来敬拜咱的上帝。这时，请咱同齐来掀开《地周报》第4面，咱要同心来上读今仔日咱所要分享所要上帝要对咱讲的经文，记载伫马可福音第11章11节到26节的经文。地周报第4面，也是咱有早圣经，咱嘛会当掀开咱的圣经，咱就同心来上读这段经文。现着，请咱做伙来上读，请。耶稣进了耶路撒冷，入了圣殿，
四位伊看了逐项的天色已经暗，就甲12个门徒出城往伯大尼去了。第2天，因对伯大尼出来，耶稣枵啊，远远的看见一丛无花果树，树仔顶面有叶啊，就往遐去，检采会当伫树仔顶找到啥物。到了树骹，竟然找无到啥物，不过有叶啊，因为毋是收无花果的时阵。耶稣就对树仔讲：对担以后，永远无有人食你的果子。伊的门徒也听见了。因来到耶路撒冷，耶稣进入圣殿，赶出伫殿内做买卖的人，塞倒兑换银钱的人的桌仔，甲卖粉鸟的人的椅仔，也无用阮人摕着器具对殿内经过，便教示因讲。经上毋是记着讲，我的殿要称作万国祈祷的殿吗？恁颠倒，互伊诚做贼仔受啊！这祭司长甲文士听见即个话，就想方法要来堵灭耶稣，却阁惊伊，因为众人拢希奇伊的教示。每一天的暗时，耶稣出城去，早起时因对遐经过，看见无花果树。连根拢高大了。彼得想起耶稣的话来，就对伊讲：“来比，请看，你所铸造的无花果树已经高大了。”耶稣回答讲：“恁着信服上帝。我实在甲恁讲，无论啥物人对即座山讲，你甩开即个地，咱伫海内面，伊若心内无犹豫。”只信伊所讲的要成，就要互伊成了。所以我甲恁讲，凡恁祈祷所祈求的，无论是啥物，只要信是得到的，就会得到。恁徛咧祈祷的时阵，若想到有人得罪了恁，就着饶赦伊。好，若亲像你的天顶的爸也饶赦恁的过犯，恁若无饶赦人。恁伫天顶的爸也无饶赦恁的过犯，阿免。咱圣经读到遮，咱搁一摆咱同心来祈祷。听从阮的主耶稣基督，阮来到伫你的面前，阮看见上帝你是怎样差遣独生囝耶稣基督来到伫世间，互阮会当伫耶稣基督服侍当中看到真好的模范。互阮会当伫耶稣基督的教示当中，看到上帝你真正要对阮所讲的话。互阮伫经文当中，阮搁一摆借着耶稣基督的行动，甲伊的教示，互阮会当知影上帝你是真正要来对阮讲话，你是真正要引带阮成做一个蒙你喜悦的囝儿，互阮会当伫上帝你的引带当中。每一天过一个得胜的生活，愿你借着你的话语来引带阮的道路。愿感谢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今仔日咱所要来分享的经文是马可福音当中的经文。马可福音一个月当中，咱拢咧分享伫马可福音。马可福音呢，伫当中嘛是四卷福音书当中。拢是记载耶稣基督来到伫即个世间，伫当中所做每一项代志，伫当中所教示每一个耶稣的教示，伊所传讲，才会对上帝所来的信息，是真正要引带咱会当明白上帝伫当时迄个时阵，伊要对人讲啥物话。今仔日咱所要分享的题目是基督徒的信心。信心对咱基督徒来讲，真正是最重要，因为咱拢知影，咱逐个人拢会讲哦，若是咱诚做基督徒，咱拢会讲，咱是信耶稣的，咱是信上帝的。但是咱信，咱是怎样一个信的方法呢？咱是怎样来信耶稣呢？咱的信心是啥物呢？耶稣伫当中，伫今仔日所上读的经文当中，伊特别讲到一个，当伊回答即个无花果树高大的即个时阵，
耶稣回答对伊的门徒回答讲：恁着信服上帝，信服。信服这个字呢，另外一个翻译的这个版本呢，伫新普及译本讲，耶稣就对门徒讲：爱对上帝有信心，爱对上帝有信心。恁逐个人拢爱对上帝有信心。啥物叫做对上帝有信心呢？咱对上帝，可能咱每一个人拢会想讲，无啊，对啊，阮每一个人对上帝拢嘛有信心，也无阮哪会来信上帝？但是咱的信心是信到倒位去呢？伫新年当中，真侪人拢会设立一个新年的目标，新年的目标就要想讲，哦，我今年想要做成啥物代志，是要完成啥物代志，成做一个今年的目标。当一年的一开始，定定会有一寡人拢会设立一个目标。但是呢，伫昨昏咱的学生团契聚会当中，有一个学生咧分享伊的新年的目标的时阵，伊是讲啥物呢？伊讲其中一个新年的愿望，伊讲我想要伫今年，我想要搁较成一个基督徒，我想要搁较成一个基督徒。这是啥物意思呢？敢讲伊即马毋是基督徒吗？其实毋是，伊即马当然是基督徒，但是伊安那，因愿望会当搁较成一个基督徒。伊就讲伊的原因，伊讲因为伫伊身边一寡同学也是朋友，伫当中可能伊知影讲哦，这个同学是基督徒，但是伫伊的环境当中，伫伊学校当中，伫伊的环境当中，这个朋友所表现出来的，互伊感觉讲，伊即个人无成基督徒。伊即个人感觉讲，伊的朋友虽然伊表面上讲伊是一个基督徒，但是伊的朋友表现出来，伊讲安那，伊讲因哪像亲像这个坏朋友，这个就是袂甲人引带到一个好的地步的这个朋友。所以伫当中，就互咱会当有一个省察，咱称咱家己做基督徒，但是咱伫咱活命当中所做的，敢真正就是一个基督徒的样式吗？如果咱敢若讲咱是相信上帝，但是咱相信上帝，咱搁安那？咱搁无将上帝当作上帝来看。咱无将上帝的话语当作真理来看，咱犹原咧做啥物代志的时阵，拢敢若照着家己的意思来行，无来找求上帝，无来倚靠上帝。安尼，咱会当讲咱家己是基督徒吗？咱会当讲咱家己是对上帝有信心的人吗？当然毋是。所以今仔日咱特别来分享，其实有真侪基督徒可能拢捌经历过。一种信仰的这个危机，这个信仰的危机是啥物呢？就是咱的信心无法度带出来行动。咱的信心无法度带出来行动，是啥物呢？就亲像伫雅各书当中讲的，信心若无行为，就是死的。这毋是讲咱一定爱靠行为，无靠信心，是讲咱若是一个信上帝的人，咱的行为就爱互人看起来是一个信上帝的人。这较叫做基督徒的信心，所以基督徒的信心对咱来讲是真重要的。咱今仔日要做伙来分享信心对咱遮跟对耶稣的人来讲有啥物款的意义？咱要怎样用行动来表达咱对上帝的信心呢？咱首先就来看，伫耶稣迄个时代，遮犹太人因拄着啥物款信仰的遮个危机？耶稣嘛，互因有啥物款的教导？第一部分，咱就来看，当耶稣因来到伫耶路撒冷的时阵，伫11章开始就讲到耶稣因伫以色列遮北部的事奉结束了，因就来到伫耶路撒冷。伫11章开始，伊进入到伫耶路撒冷，伫第一天，就是因耶稣因进入到伫即个城内。后来到伫第二天的时阵呢，因其实耶稣因无住伫耶路撒冷，所以因住伫伯大尼迄个所在。
所以第二天，因搁对比第二年出来，要进入耶路撒冷。对比第二年出来的时阵，伫遮讲耶稣枵啊，耶稣嘛会枵啦。耶稣虽然伊是神啦，伊是上帝啦，但是安那，耶稣虽然是神，但是伊道成做肉身，所以伊的身体甲咱共款，伊嘛会枵。啊，伊枵的时阵呢，伊就想要安那，想要食物件。伊就远远就看见有一丛无花果树，伊即个树仔顶呢有真济叶啊，所以伊就来到伫无花果树伫当中，想要找到啥物物件会当来食，但是呢无物件食，无物件食，所以伫遮就讲，因为毋是收无花果的时阵，耶稣就伫遮咒诅即丛树仔讲，对打以后永远无有人食你的果子啊。若是对遮的经文当中，咱表面上看起来感觉讲，哦，耶稣有一寡有小可无理取闹，对无？啊，就毋是收无花果的时阵，为虾米阁想要食果子呢？但是耶稣袂毋知影即个道理，所以伊安尼做一定是有伊特别的意思。咱就来看，无花果是怎样生出来的？无花果的生长的这周期呢，我伫网络顶面所查到的，就是差不多3月份的时阵，无花果就会开始，这个树啊会生出一寡叫做包芽。包芽呢，就是一种较小的果子，加很嫩的那种真小的这个果子。迄毋是成熟的果子，迄嘛毋是。后来要变做无花果的，拢毋是，迄就是伫伊迄个生叶仔进前，会先生出来遮个包芽。啊，遮个包芽，遮个小的果子是会当食的。后来到伫4月份的时阵，较开始会生遮个叶仔。后来伫5月到6月的时阵，遮个包芽落落来，就会生出遮个无花果成熟的果子。所以伫当中。耶稣因来到伫耶路撒冷的时阵，拄啊好是以色列人咧过搬过节的时阵。搬过节的时阵，就差不多伫3月底4月初迄个时阵。所以因来到伫遮，理论上安那一丛树啊，若是已经这一丛无花果树，若是已经生了真侪叶啊，安尼就应该爱有遮个包芽会当生出来。所以耶稣伫遮其实是咧找遮个。包芽要来食，但是要找包芽来食，但是找无，伊就知影讲安那。若是即丛树啊已经有叶啊，有真济叶啊，但是无包芽，就代表安那？代表即丛树啊袂结果啊，代表即丛树啊袂结果。所以，即丛无花果树伫一年当中，就袂有生产出遮个无花果。所以耶稣就伫遮。咒诅即丛树啊，咒诅即丛树啊，讲永远无有人会食你的果子啊。咱看到遮，咱就爱想到讲，无花果其实伫以色列是有特别的意义。什么意义呢？其实伫旧约圣经先知书当中，常常拢讲到用无花果来代表以色列。伫耶利米书当中第8章13节经文当中，耶和华讲。我要互因全然灭绝，葡萄树顶面必无有葡萄，无花果树顶面也无有果子，叶仔嘛要孤单。我所赐予因的，要离开因过去。伫旧约圣经当中，常常将无花果树当要代表以色列，所以若是一个先知咧讲一寡咒诅无花果树的话，就代表是咧咒诅以色列。咧代表讲上帝要来审判以色列，因为安那？因为代表即个无花果树无结果，就亲像以色列人，因无结果子，因无做讨上帝欢喜的代志，所以因就受审判。所以，咱爱知影，一丛树啊，因若无结果子，因就是安那？就是讲叫做白占地图，就是因徛伫即个所在安那，但是。无法度生出啥物生产力就对啊，所以咱爱知影，伫圣经当中甲咱讲遮个话，是爱互咱知影，无花果树受创造，就是为着要结果。所以
有人受创造是安那？是无互创造者，无互创造咱的上帝，赋予咱有一个目的，赋予咱有一个人生的目的。每一个人受上帝创造，上帝拢互咱伫咱的活命当中有一个目的，咱着爱亲像上帝伫圣经当中一直甲咱讲，一直甲咱引出来，互咱会当照着上帝的话语来行。所以，伫遮甲咱讲一个信心的教导，就是互咱爱知影，啥物是信心呢？信心就是相信咱是受上帝创造，是有路用的，是有意义的。咱爱靠着上帝的恩典来结出美好的果子。咱袂当亲像即个无结果子的无花果树，伊伫遮白占地土，但是安那伫世上无有发挥啥物作用。伫遮耶稣特别经过即丛树啊，着救助即丛树啊，有伊特别的意义。咱等下会过来看。后来耶稣经过遮个无花果树即件代志的了后，因过来到伫耶路撒冷啊。因来到伫耶路撒冷，因着进入到伫圣殿。耶稣伫圣殿当中啊，伊进入到伫圣殿，伊做了啥物代志呢？咱爱知影，咱首先爱知影一件代志：圣殿是啥物所在？圣殿是一个敬拜上帝的所在，是敬拜上帝的所在。但是安那，耶稣进入到伫圣殿的时阵，伊做啥物呢？伊赶出伫即个圣殿内面做买卖的人，甲遮个兑换银子的人的刀啊，甲伊杀互倒，佮甲遮个卖粉鸟的人的刀啊，椅啊杀互倒，嘛无用阮人摕着器具对殿来经过。哦，这是啥物意思？为什么耶稣来到伫即个圣殿做遮个代志呢？伫搬过节当中，其实搬过节呢是以色列人遮犹太人真大的一个节期，所以伫即个节期当中呢，毋是干那伫耶路撒冷的人，是伫其他的城市、其他外地遮犹太人，因拢会伫即个节期当中，伊聚集来到伫耶路撒冷的圣殿，要来敬拜上帝。这是因的传统，就是因要伫搬过节即个时期，要来到伫耶路撒冷来敬拜上帝。所以有真侪伫外地遮犹太百姓聚集伫耶路撒冷，伫这当中，咱就来看耶稣伫遮真侪人聚集的时阵，耶稣看到什么款的情景？伊看到讲有真侪人伫圣殿当中咧做买卖，伫圣殿当中咧做买卖。伊圣殿呢，圣殿是有分做耶稣迄个时期的圣殿吼，是有分做两个所在，一个叫做内院，就是内院内院，啊一个叫做外院外院，就是讲即个内院呢，就是要互犹太人伫遐敬拜上帝的所在；啊外院呢，就是互遮个外邦人，外邦人就是毋是犹太人，但是因信上帝，因就会来到伫外院伫遐来敬拜上帝。所以犹太人拢会进入到伫内院，因无伫外院来敬拜。但是安那，但是内院当中客伤侪人啊，搁安那，搁遮个人也伫遮经文当中所讲的做买卖的人、兑换银子的人，因着安那，因着伫外院咧摆桌啊，咧摆摊，要摆桌啊，啊着讲安那，讲哦，我伫遮要来安那做生意啊？为什么要伫圣殿当中来做生意呢？咱着爱来看这是啥物意思？兑换银钱就是讲啥物？兑换银钱是讲，因为一般伫当时迄个时阵，伫罗马政府的遮个钱币吼，伊当迄个时阵遐个钱顶面拢有安那，拢有遮个该撒的头像，所以圣殿袂收即个钱做奉献，所以因着来到伫圣殿当中，因若无安那，因若无够遐个遮个银两，因着必须要伫遮兑换遮个色可乐遮个银两，这较有即个兑换银钱的人伫遐。啊，搁有做买卖是做啥物呢？就是
因来到伫犹太人来到伫圣殿是爱献祭，献祭就是爱带着因的祭物来到伫即个圣殿当中。但是呢，伫圣经当中，旧约圣经当中的律法对献祭有真侪要求，对献祭的祭物有真严格的规定，所以真侪外地人就算讲因安那，因带因的祭物来到伫圣殿，嘛爱互祭司来检查，检查讲哦，即个祭物敢是上好的，敢有即个残疾啊，敢有摆卡啊，还是敢有吼遮个门吼，敢有真正拢足水，就是爱去检查，检查通过才会当献祭。但是无通过要安那？无通过就爱换一个会当通过的祭物。但是有真侪人，因是对外地来的，因毋是住伫遮的，因可能敢若带一项祭物来。若是安那，若是因所带来的无通过，因就安那，因就爱伫遮买，就爱伫耶路撒冷来买遮个新的祭物，会当来献祭。所以就有一寡人会伫当中，就提出遮个羊啊、牛啊，还是粉鸟，就是伫遮就摆出来讲哦，那遮个物件吼，遮个拢是安那，拢是一定会经过祭司检验的遮个祭物就对啊。所以恁会当来遮买。所以这就代表讲有一个想法，若是祭司甲遮个摊商甲遮个做买卖的人安那，彼此因勾结，就会当安那，就会当讲哦，祭司就一定讲哦，这无通过，一定爱去甲伊买。爱去甲伊买呢，因就会当趁钱，趁钱较去分互祭司一寡，安尼因就安那，因就会当牟利啊，因就黑箱。所以伫遮咱就知影，其实耶稣真无介意即个代志，因为这就亲像安那，因用因哪像讲哦，因做买卖是为着因的方便，但是因做因的方便呢，可能会对其他甚至是对真侪人造成一寡困扰。后来，佫有讲到摕着器具来经过，遮对殿内面来经过。这是讲到遮做买卖的人，因袂当耶稣甲因赶出去的时阵，因安那，因毋是伫对外口出去，因安那，因爱经过遮个圣殿。但是耶稣讲安那，耶稣讲因无容阮因安那。无容阮伊伫遮穿过即个圣殿，因无设圣殿外口的遮个壁，因就爱安那伫遮穿过即个圣殿。这就亲像咱若是咧做礼拜，啊，就有一个人就对中央安尼经过，来去去，安尼一定会影响到伫当中所有敬拜的人。所以耶稣无容阮人做遮个代志，虽然遮个人。表面上看起来，因做遮个代志，拢是为着方便，遮个犹太人会当来到圣殿来献祭。因哪像一开始因的想法是好的，我着方便啊，为着无互人佮加走滚抓，所以着伫遮摆摊位，着互人会当来买物件，安尼敢毋是真方便吗？但是实际上，耶稣讲，因是甲敬拜上帝这件代志。当做因做买卖遮个筹码，就讲哦，你若是爱来敬拜上帝，你就是爱对我遮来买物件、买祭物，你才会当敬拜上帝。所以敬拜上帝这件代志，原本是所有的人，无分是有钱的人还是无钱的人，是所有的人拢有权利会当来敬拜上帝。但是即马遮个人，甲伊当做是一个做买卖的筹码，就是你爱有钱，你才会当来敬拜上帝。你若无钱吼，你袂当买遮个祭物吼，你就袂当来敬拜上帝。所以咱就来看，耶稣伫遮教示因啥物代志？耶稣伫遮教示因讲安那，伫下骹遮个绿色遮个字吼，讲安那，我的殿要称作万国基督的殿，但是安那，恁颠倒互因诚做贼仔收啊！耶稣讲，原本即个圣殿，上帝设立即个圣殿是爱称做万国基督的殿。万国包括啥物人？万国毋是干那犹太人尔呢？万国是包括所有，包括外邦人，所有的人拢是
爱伫圣殿，拢是有权利伫圣殿当中来敬拜。但是恁竟然无爱伊，无用阮遮的外邦人做遮的代志。这段经文是对以赛亚书出来，以赛亚书第56章第7节，上帝就讲到：我要带因到我的圣山，互因伫基督我的殿当中喜乐，因的小祭甲平安祭，伫我的坛顶蒙悦纳，因为我的殿要称作万民基督的殿。这是上帝亲自对借着先知以赛亚来对以色列人讲的。上帝要互，毋是干那互以色列人，干那互犹太人来敬拜。上帝施恩的对象嘛，包括外邦人。外邦人嘛会当到伫圣殿当中来敬拜、来献祭。所以圣殿称做万国基督的殿。上帝吸引所有亲近伊的人做伙来敬拜。犹太人会当伫遮内院来敬拜，外邦人就伫外院来敬拜。但是即马呢，犹太人为着家己的方便，就安那牺牲了外邦人敬拜上帝的所在，嘛牺牲了遮的送香人会当敬拜上帝的权利。所以耶稣伫遮，伊真无爱人做遮的代志。伊就讲安那，第二句话是对耶利米书出来，耶利米书第7章11节讲：这称作我名的殿，伫恁眼中敢会当看做贼仔收吗？我拢看见啊，这是耶和华讲的。先知耶利米伫遮警告以色列人，因一边犯罪，但是一边搁伫圣殿当中咧献祭，想要赎罪。因一边犯罪，但是一边搁安那，搁想要伫圣殿当中献祭，想要求上帝来赦免因的罪。这款的心态，就互圣殿成做一个贼仔收。贼仔收的意思是啥物呢？贼仔收的意思就是伫古早迄个时阵，拢有一寡盗贼啊，拢有一寡伫旷野当中的贼仔，就亲像咱若是看到即个。好撒玛利亚人的遮个比喻伫当中，耶稣就有讲到，即个撒玛利亚人就伫旷野当中经过，就拄着有贼仔来攻击伊，就来抢伊的物件，这就叫做遮所讲的贼仔。所以伫当中所讲，遮个贼仔呢，伊讲安那，贼仔伫遮因原本有一个大本营啦，就是因会组织伫遐来徛起，伫遐来过生活，伫遐。伊会当真做遮个财仔的保护就对啊。所以耶稣就是讲，恁遮个犹太人，恁所做的代志，就亲像财仔共款，竟然安那，恁阁想要来到伫圣殿来敬拜，来追求上帝的保护。恁所做的代志，就亲像财仔，恁偷摕人敬拜上帝的权利，你偷摕人。敬拜上帝的所在，你阁想要来到伫圣殿来敬拜，来求上帝保护你，这就甲圣殿当作是贼仔收。所以这款的心态，甲圣殿变做贼仔收，因的祈祷一定上帝袂容允因的祈祷，因的献祭一定无蒙悦纳，因为上帝并毋是安那，并毋是讲哦，你今仔日有炸祭物来，我就原谅。我就赦免你，你今仔日炸真济祭物来，我就赦免恁真济的罪。上帝毋是安尼咧讲的，嘛毋是讲我奉献偌济钱，上帝就一定会赦免我，拢毋是安尼。上帝看重的是人的心，所以人的心，若是遮的人，因虽然炸着祭物来到伫圣殿献祭，但是因的心无毋对，因的心毋对，因的心毋是照着上帝心意。安尼，上帝永远袂赦免因。所以伫遮，咱就讲到，为什么伫马可福音当中，将无花果树甲圣殿这两段记载放做伙？因放做伙，因毋是伫遮跳到伫20节开始，搁咧讲无花果树，但是圣经当中毋是先讲，毋是无花果树了后，就跳到20节，伊搁讲到圣殿的。这记载有伊特别的意思，
就是马可要伫遮来讲到，用无花果树来讲圣殿是虾米款的属灵的光景。圣殿是虾米款属灵的光景？简单的意思就是，当时代遐犹太人所面对的遮信仰的危机，就是讲安那无花果树无有无花果树应该爱有的样式，圣殿嘛无有圣殿应该爱有的样式。无花果树无结果子，圣殿安那嘛无人咧敬拜上帝。圣殿遮的人拢是想要家己得到益处、得到利益咧做买卖的人。所以耶稣看遮个代志，就感觉真讨厌，就感觉讲遮个人哪会安尼？伊就耶稣就足生气。咱真少看到耶稣足生气，但是伫即个时阵，耶稣足生气，伊就甲因的刀啊、因的椅啊，拢甲伊杀互倒。因就是无爱遮个人咧做遮个代志。后来咱搁看，伫圣殿当中，遮个服侍的人，遮服侍的人员，伊做了虾米款的想法呢？伫圣殿当中，遮个服侍的人员因安那？马可福音头拄仔咱所读经文18节当中，甲咱讲到，遮个祭司长甲文士听见即个话，就安那就开始想方法要来除掉耶稣呢。因看到耶稣做的代志是安那，因是想方法要来除掉耶稣。但是佫惊伊，因为安那众人拢希奇伊的假释。伫遮咱就看到一个，因遮的人有一个双重标准。啥物叫双重标准呢？就是安那，一方面，遮个宗教人士、遮个宗教人士，因非常安那，非常强调讲，伫律法当中洁净的礼仪呢。咱若是对圣经当中来看，遮个法利赛人、遮个文士，其实因安那，因对旧约圣经律法的遮个洁净的礼仪，因是真看重的。因一定爱人安那，一定有一摆呐，遐个耶稣的门徒吼，有人无洗手，因就安那，伊就指责遮个人无洗手，伊就讲安那一定爱洗手，就是讲因真看重遮个洁净的礼仪。但是安那一方面，因个容忍，互圣殿，互遮个做买卖的人伫遮来做买卖，互甲圣殿变做一个插拉手。所以伫遮咱就看到，遮个宗教人士，为什么咱一开始讲到遮个学生咧分享讲，因身边的基督徒看起来无成基督徒。遮个宗教人士，遮个祭司长甲文士，因原本应该是伫正信徒当中爱做一个模范的人，但是伫这圣经当中，咱看起来感觉因安那，感觉因无成一个信徒，无成一个信上帝的人，无成一个真正看重上帝礼仪的人。所以咱就爱知影。当时代的犹太人其实面对到这个信仰的这个危机，今仔日的教会敢毋是吗？教会嘛爱斟酌，咱敢是嘛有可能？一方面，咱拢一直强调咱分别真做圣，咱是上帝圣民，咱分别真做圣。但是一方面，咱搁安那，咱伫平常时的生活。咱搁看重咱家己的利益，赢过上帝荣光。咱搁看重咱家己的利益，看重讲哦，我要伫遮赚到啥物钱，我要伫遮摕到啥物利益，搁较赢过上帝荣光呢？定定伫讲道当中，有一寡牧师传道，会伫讲道的时阵吼，定定咧分享。咧讲道进前，咧读经文的时阵，读了拢会甲兄弟姊妹讲哦，这段经文我看大家人拢足熟。可能咱有听过一寡牧师传道，拢定定会讲即句话，讲哦，咱这段经文咱拢足熟，但是咱要对当中学到啥物呢？伫过去我伫神学院当中的时阵，有一个老师就特别甲咱讲，
恁咧讲道的时阵，恁爱真注意。当恁讲到这段经文，逐个人拢足熟的时阵，恁爱知影下一句是爱讲啥物？下一句是爱讲，虽然这段经文咱拢足熟，但是咱敢有做会到？咱敢做会到上帝对咱所讲的话？咱敢做会到？若是讲，这个文士甲法利赛人，这个祭司，若是因对经文拢足熟，但是因做袂到，安尼因是一个好的模范嘛？当然毋是。安尼咱会当讲，因是对上帝有信心的人嘛？经文敢有熟，其实是毋是足重要。搁较重要的是，咱对上帝的话语敢有信心嘛？咱对上帝所讲的话，敢真正有信心？基督徒袂当一边强调讲上帝的话语，基督徒袂当一边强调上帝的话语足重要，但是佫无真积极，佫无真用心去做到上帝爱咱所做的代志。基督徒袂当一直讲到上帝的话语足重要，圣经所讲的足重要，恁爱信，但是咱袂当干信尔。咱爱去做会到啊！所以，伫遮讲到一个信心的教导，信心是啥物？信心是爱相信上帝话语，全部拢是真理。上帝话语毋是毋是咱选择讲倒一寡上帝所讲的是爱相信的，倒一寡咱毋免相信，毋是安尼。这毋是自助餐呐，这毋是自助餐。讲我想要紧，我爱食的就对啊。上帝的话语是我全部咱拢爱食，毋是紧倒一寡我爱食我就食，我无爱食我就无要做。上帝的话语毋是安尼，毋是自助餐。所以咱就爱来思考，信心是咱敢有真正完全相信上帝话语，全部拢是真理，全部拢是咱爱遵行的道理。安尼，咱就爱来思考，基督徒应该爱是啥物款呢？教会应该爱正做啥物款呢？咱即群对上帝有信心的人，应该爱是啥物款优先呢？咱刷落来要来看，耶稣甲咱有啥物款的教导？刷落来，耶稣就开始讲到，就开始搁讲到这个无花果树。伊讲每一天暗时的时阵，耶稣拢会出城去，就是到毕大年遐去徛起。后来伫早起时，因搁对毕大年出来到伫耶路撒冷。所以伫早起时的时阵，因搁对遐经过，遐就是看到无花果树遐，因就对无花果树遐经过，就看到无花果树已经连根拢高大了。彼得就想起耶稣修生所讲的这咒诅，伊就对耶稣讲：“rabbi，请看，rabbi就是老师的意思。伊就讲：老师，请看，你所讲的，你所咒诅的这丛无花果树已经高大了，已经高大了。”耶稣就回答因讲：“恁着信服上帝，也是咱头拄仔翻译讲，恁着爱对上帝有信心。”恁着爱对上帝有信心。耶稣所讲的这是啥物意思呢？这所讲的意思，其实就是咧讲到为什么讲无花果树会讲到信心呢？这就是咧讲到他拄仔咱所讲的，就亲像伫圣殿当中这个犹太人，咱看起来感觉讲因是信上帝的人，但是其实因是干那注重外在这个礼仪的人，因无真正知影上帝所爱的是啥物。外表看起来因是对上帝有信心的人，但是其实因无遵行上帝的道。所以耶稣就直接讲：恁莫甲这个人同款，恁爱有一个对上帝单纯的信靠。恁毋是干那注重外在敬拜的礼仪，你个爱有对上帝单纯的信靠顺服。耶稣就刷来继续讲：
我实在甲恁讲，无论啥物人对即座山讲，你刷开即个地，等伫海内面，伊若心内无犹豫，就敢若信伊所讲的要成，就要互伊成了。所以我甲你讲，囡仔恁是祈祷祈求的，无论是啥物，只要信是得到的，就一定会得到。耶稣伫遮讲遮个代志，耶稣毋是咧教咱讲怎样来祈祷，耶稣嘛毋是教咱讲恁爱怎样借着祈祷来行神力，拢毋是。耶稣所讲的，今仔日的重点是信心。耶稣伫遮犹原咧教遮个门徒讲，恁爱怎样有信心？伊就用即个将山刷开遮个比喻来比喻讲安那，比喻讲信心的力量有偌大啦。恁若是真正相信上帝，即个信心的力量有偌大，是会当将山刷开遮遐尼大。所以将山刷开是要比喻讲信心的力量。比如讲，上帝听咱的祈祷的结果，上帝的能力是超过咱所求所想的。所以，伫遮咱就爱来想讲，当咱相信上帝有遮尼大的力量，安尼咱就爱来求上帝。所以，祈祷是咱表现咱对上帝信心的一个方式。咱袂一边祈祷，但是佫怀疑讲上帝敢真正做会到？其实有时阵吼，咱伫咱活命当中，伫咱生活当中咧祈祷的时阵，咱有可能拢会有即种想法。咱一方面求上帝帮助我，求上帝帮助我的家庭，但是一方面佫想讲安那，想讲这真困难啦，这无可能啦，即个人吼无可能改变的啦，咱可能。一边咧祈祷，但是一方面拢怀疑讲上帝敢真正做会到吗？其实耶稣伫遮的教导是爱教咱讲信心的意义。信心是人来到伫上帝面前追求上帝的态度。圣殿是人向上帝敬拜祈祷的所在，所以组织伫遮的人嘛，必须要爱是有信心的人。所以，咱拢知影，伫旧历新年咧，特别是初一的时阵吼，定会有一寡庙吼，拢会安那，拢有开放迄个抢头香，对无？抢头香是啥物意思？抢头香的人，抢到遮个头香的人会有得到啥物？因会相信讲安那，因会相信讲，因若是抢到遮个头香吼。因所拜的神明会保庇因几年的时间呐，会得到几年的福气啦。因是用迄个方法来相信，但是因相信是安那，因会当为着抢迄个头香吼，因会提早吼2天3天就开始伫庙口伫遮咧拜倒啊，要拜椅啊，伫遐咧等，在咧排队。就为着要安那，为着当时间到的时阵，伊会当去抢到迄个头香。所以，咱毋是爱学因抢头香，但是安那，咱爱了解因的信心。因是真正相信因所拜的神明会祝福因几年的时间。因是真正足相信，所以因较会去愿意付出遮个时间，付出遮个心力。会当去抢到遮个头香，咱对上帝有即款的信心无？咱的上帝毋免抢遮个头香，伊就会赐予咱，毋是干那今年尔，是每一年每一天拢有对上帝来福气。但是咱有相信无？咱有相信无？希伯来书当中甲咱讲到，人若伫11章第6节。当中甲咱讲，人非有信，人若无有信，就袂当安那得到上帝喜悦。因为到上帝面前来的人，必须要信有上帝，并且安那相信伊赏赐遐个追求伊的人，赏赐遐个追求伊的人。信心
什么是信心？信心是咱会当向上帝祈祷的一个方式。透过信心的祈祷所成就的力量是真大的。但是这毋是讲人若只要有信心，就会当叫上帝替伊做啥物代志，无，拢毋是。咱按真正知影，咱相信上帝所得到的，咱相信上帝。上帝为咱所成就的遐力量是足大的，咱相信上帝会赏赐遐会互伊遐会找求伊的人。但是安那，咱是爱相信上帝安排，相信上帝赐予咱的，咱毋是相信咱甲上帝讨的物件，咱毋是咧甲上帝讨物件，咱是爱相信上帝赐予咱的福气有偌大。所以，伫过去这个礼拜的祈祷会当中，圣文执事伫当中分享雅各的故事。伫当中分享雅各的故事，伊讲到一段，伊讲安那，伊讲雅各甲迄个上帝派来的使者伫遐咧摔跤吼，咧摔跤的时阵安那，伊着遐个上帝的使者着摸伊的大腿，伊着安那，伊着摆骹嘛。但是当伊知影讲这个人是上帝所派来的时阵，伊是安那？伊是向上帝来求上帝来祝福伊。伊毋是求上帝来医治伊的骹，伊是讲求上帝来祝福伊。这代表安那？代表讲雅各相信讲上帝祝福较重要，医治伊的骹无真重要。但是安那？上帝祝福是比伊的骹得到医治更较重要。这个意思，咱爱知影，咱的信心是爱相信上帝祝福，比咱即马对上帝所讨的更较重要。后来耶稣就继续讲：，恁徛咧祈祷的时阵，若是想到有人得罪了恁，就着了谢伊，就亲像安那，互你伫天顶的爸嘛会安尼来了谢你的过犯。恁若无了谢人，恁伫天顶的爸也无了谢恁的过犯。伫遮就亲像咱较拄仔所读的主祷文，也是讲耶稣嘛有讲过了谢70个7摆这个比喻，拢是咧讲到一个重点。咱拢是望上帝恩典怜悯的人，所以咱应当爱安那用这个恩典来怜悯其他的人。这是啥物意思呢？了谢的意思是因为咱已经得到这个恩典，是世上各项的代志拢袂当甲伊比的。遐个别人欠咱啥物物件，咱拢会当选择来了谢伊，因为咱已经放落来。耶稣伫遮会教导，要互咱知影，咱已经受上帝来赦免啦。咱嘛应该爱去赦免人。若是照着头前咱所讲的信心的教导，这就是咧教咱讲，一个对上帝有信心的人应该爱是啥物款？一个对上帝有信心的人应该爱是啥物款呢？无花果树袂当一边讲伊的叶啊有偌济有偌水，但是安那，但是伊无结果子。祭司嘛袂当一边伫圣殿当中献祭祈祷。望上帝听伊的祈祷，但是一方面，佮把圣殿当作是贼仔收。基督徒，若是讲咱遮对上帝有信心的人，嘛袂当讲一边向上帝来求上帝赦免，但是一方面，咱佮无赦免遐个得罪了咱的人。耶稣咧讲的是，耶稣咧教咱的是咧教这。咱袂当一边求上帝赦免我，但是搁一边安那无去赦免遐个得罪了我的人。基督徒的信心是爱借着咱的行为，借着咱的行动来证明讲，咱是一个对上帝有信心的人，来表现讲，咱真正是信上帝、信耶稣，一个军队耶稣的人。所以，各位亲爱的兄弟，信心
是相信咱已经得到上帝的救恩，效法上帝去摇下遐个得罪了咱的人，伫人际关系当中见证基督的疼甲恩典。最后，我要甲大家分享一个我最近伫网络顶面看到的，伫阮新学院当中有一个老师，伊伫这学期结束了后，因就要去到伫欧洲来服侍，所以伊伫这学期最后伫顶礼拜伊完成伊最后一堂课的时阵，伊就伫伊的脸书顶面就咧分享讲，哦，伊最后一堂课结束，后来呢，就伫伊的脸书伊的脸书的这个贴文吼，伫伊下面就有真侪人伫脸书下骹伫遐咧留言，就是咧大部分拢是咧讲哦，感谢老师啊，感谢老师安那，感谢老师啊，就讲一寡感谢的话就对啊。拢总安那，我前几工看的时阵，拢总有157个留言。特别的时阵是安那？特别的代志是，我要甲大家分享的，就是这个老师，伊是157个留言吼，伊完全拢亲自来回复，伊无直接用一个留言讲哦，感谢大家祝福，无安尼呢，伊是每一个留言，伊拢伫遐咧回复每一个留言互伊的人，而且伊的留言毋是干那讲谢谢，干那讲感谢安尼尔，伊毋是安尼哦。伊是真用心咧回复，我就感觉讲，上帝嘛是用这款方式来回应咱每一个人的祈祷呢。上帝毋是用真敷衍的方式来回应。我阁看到有一个留言吼，真特别，就有一个人过去是个学生，伊就咧分享讲安那，伊就咧留言的时阵，伊就讲哦，感谢老师，虽然老师你可能袂记住我，因为我敢若上过你的一堂课尔，你可能袂记住我，但是我感谢你。这个老师的回应安那？我当然嘛知影你，我当然嘛认捌你，我无袂记住你，因为安那？我顶摆吼，甲啥物人咧讲话的时阵吼，佫讲到你呢？哇！我就感觉讲哦，这个回答吼，真正是足甘心的，对无？就互人听起来就感觉讲哦，这个老师真正是足用心。来对待伊所每一个学生，所以咱每一个人，咱每一个兄弟，咱嘛爱想到一件代志，咱莫想讲哦，咱真久无来教会啊，特别可能吼，伫疫情当中已经有一寡时间，咱拢伫线顶咧聚会兄弟，咱可能会想讲哦，咱遮久吼无来教会吼，咱上帝吼敢会听我的祈祷啦？我遮久无来教会吼，上帝敢会袂记住我啦？其实上帝拢会记住你，上帝袂讲我袂记住你，我放杀你啊！上帝一直拢会记住，所以伊嘛真欢喜，咱每一个人来留言互伊，就是向伊来祈祷，伊嘛会用伊的慈爱甲恩典来回应咱，所以咱爱伫上帝面前。用一个感恩的心，用一个敬虔的心。今仔日咱所分享的是咱爱对上帝有信心，咱就爱知影，咱爱真知影，咱是啥？咱是跟对耶稣的人，咱是对上帝有信心的人。所以咱爱相信上帝是咱的主，伊掌管咱的生活。耶稣的教导提醒咱，爱过一摆省察咱家己的活命。看咱家己有结出什么款的果子无？互咱的日常生活会当怎样见证咱对上帝的信心？用咱的行为，用咱对上帝、对咱世间人所做的代志，咱见证咱对上帝的信心。可能咱的活命当中，捌经历过，就亲像今仔日所分享的。这系犹太人的信仰的危机，可能就是咱无结果子，可能咱毋是一个真正有亲像基督徒的基督徒，但是咱犹原爱来到主的面前，求上帝怜悯，求上帝赦免，求上帝互咱有一个重新开始的机会。上帝
互咱有机会，是爱咱对伊有信心。咱若是掠上帝做主，定心对焦伫上帝顶面，伫上帝的身上，愿意顺服，并且照着上帝话语来行，安尼上帝就会回应咱的祈祷，互咱经历伊奇妙的大能。愿上帝引带咱，赏赐互咱每一个兄弟姊妹，省察咱家己的活命，并且会当搁一摆省察咱家己对上帝的信心，互咱会当照着咱对上帝的信心来用行动来回应。咱若是真正相信上帝，倚靠上帝，互咱伫世间所做的，会当真正见证出咱是一个倚靠上帝的人。咱同心来祈祷，听从阮的主，阮的上帝，阮感谢你。阮知影你是阮的主，阮嘛相信你是阮的主。主啊，求你就亲自来到伫阮的活命当中，借着耶稣基督的宝血来洗净阮一切的罪过，借着圣灵的能力来充满阮，互阮知影要怎样活出一个得胜的生活。主啊，互阮来到伫你的面前，阮知影阮是相信你的，互阮的信心是搁较济会当来倚靠你，搁较济会当来仰望你，搁较济会当互阮伫世间，伫阮的活命当中，伫阮的生活当中所做一切，会当见证出上帝你是奇妙大能的上帝。主啊，求你来到伫阮的活命当中，互阮的信心一天比一天搁较成长，互阮的信心是搁较济会当去见证出上帝你是阮的主。上帝，阮要成做你的囝儿，阮要伫即个世间活出上帝你爱基督徒所活出的迄个样式，会当结出美好的果子，会当互世间人看到讲，阮的活命荣光上帝的名。主啊，求你来到伫阮的活命当中，引带阮，扶持阮每一天的道路。阮感谢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今仔日伫咱当中有新来的兄弟无？无？要来参加国语堂。好，安尼即时咱就准备咱的心要来奉献。奉献是咱对上帝听的一个回应，对上帝恩典的一个回应。当咱来到伫上帝面前，咱若对上帝有信心，咱爱用咱的行动，包括咱的奉献，会当来回应咱对上帝的信心。咱的奉献会当真正荣光上帝的名。请咱同齐起立，咱用诗歌来敬拜，来奉献。我当大大到世界。全城你依靠的，欢喜唱歌了主名，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欢喜唱歌了主名，你到天必定要成声。行兄欢喜经小山。哈利路亚，哈利路亚。
咱同心来领受上帝的祝福。愿天父上帝用伊的恩典来充满你的生活，照着伊丰盛的慈爱回应你的祈祷，赦免你一切的过犯，互你的活命更新，心中大有喜乐。愿主耶稣基督陪伴你行人生的道路，互你的脚步稳固，带着信心、甲仰望、甲上帝同行。愿赐人智慧甲启示的圣灵引带你明白真理的话语，互你明白上帝做代志的法则，并且会当靠着信心，伫一切事上追求上帝引带带领，活出美好的见证。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疼痛、圣灵的感动甲引带，定定甲你嘛甲你厝内的人三个同在，对答直到永永远远。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各位兄弟，请坐。今仔日咱第一堂的主日崇拜就到这结束，愿上帝祝福大家平安。4点钟。